姐姐啲假亂到爆，復活節前仲有個 Holy Week， 到底係咩嚟㗎？想請工人仲申唔申請住好？Holy Week 係指基督教嘅聖週，紀念耶穌基督嘅受難、死亡同埋復活。呢個係基督教最神聖嘅一週，信徒通常會參與各種宗教活動。復活節喺菲律賓係非常重要嘅節日，係當地嘅公眾假期。根據今年嘅安排，假期會由4月16號開始，去到4月20號結束。期間領事館同埋好多中介機構都會放假，亦會停止工人登記。部分中介亦會喺4月15號開始休假，導致文件處理減慢，影響外傭嘅供應。因此，如果急需請工人，建議而家盡快開始申請，確保姐姐可以盡快到港。除咗菲律賓復活節，印尼同時都過緊新年，導致兩地嘅外傭供應同時受到影響。所以最佳策略係喺假期前盡快安排，增加揾到合適姐姐嘅機會，避免因為假期嘅影響導致姐姐嘅選擇大大減少。已經有姐姐嘅僱主可以提醒姐姐提早通知定放假，以便作出相應嘅安排。尤其喺復活節期間，菲律賓嘅小朋友唔使返學，好多姐姐都會希望返屋企陪小朋友或者休息，機票嘅需求都會大增，價錢相對上都會比較貴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資訊，都可以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 同埋 IG channel。